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今次屯門斬人案一出嚟，好多人第一個反應都係震驚，第二個反應就係恐懼。呢一種反應其實好自然，因為事件發生喺一個原本被視為安全而且日常嘅公共空間入面。商場本來係買嘢、食飯、同家人朋友聚集嘅地方，但突然之間變成危險場景，對任何人嚟講都會構成心理衝擊。但我想講，如果我哋只係停留喺驚同怒，其實好快就會錯過真正值得討論嘅問題，因為情緒本身會遮蓋結構性因素，單一案件從來都唔會憑空出現，佢一定係長時間累積之後一次過爆出嚟嘅結果，而呢個累積過程往往喺事件發生之前已經存在好耐，只不過一直冇被正視。警方而家未公布疑犯動機，坊間已經開始出現各種猜測，有人將焦點放喺精神健康，有人關注生活壓力，亦有人嘗試用單一個人問題去解釋整件事。但我想提醒一樣嘢，真正危險嘅唔係我哋暫時未知原因，而係我哋太快接受一個簡單答案，去包裝一件其實非常複雜嘅事情。如果你將今次事件抽離個案本身，由一個更高嘅角度去睇，你會發現一個共通現象，就係公共空間嘅突發暴力事件近年越嚟越多，而且往往毫無預警。商場、地鐵、街市原本係流動性極高又高度匿名嘅地方，任何人都可以進出，亦都意味住一旦有人喺情緒邊緣失控，後果就會被即時放大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偏偏係商場？其實原因並唔神秘。商場結合咗高人流、長時間逗留同低社交連結，你唔需要同任何人建立關係，都可以喺入面存在一段時間。而一旦情緒爆發，周圍嘅人就會即時成為受影響對象。而更值得思考嘅係，點解呢類人往往去到最後一刻先出事？中間有冇其他出口？其實好多研究同前線經驗都指出，真正走到極端嘅人，通常唔係突然之間情緒失控，而係長期處於無助狀態。佢哋曾經嘗試忍受，曾經求助無門，或者根本唔知道可以向邊度求助。精神健康支援喺制度層面其實一直存在，但問題在於門檻高、流程慢同埋社會標籤，令到好多人選擇唔去接觸，結果就係問題一路拖一路積，冇有效出口，最終變成不可逆嘅爆點。去到呢一步，其實一定要插入一個中段轉折，就係警方當晚嘅處理程序，因為呢一個環節往往被忽略，但卻直接影響市民對安全嘅感受。根據目前公開資料，警方接報後迅速到場，首先嘗試用口頭指令同勸喻方式控制局面。呢一個步驟其實好重要，因為任何涉及武力嘅行動都必須符合比例原則，警方唔可以一到場就使用最高武力。當現場情況持續失控，而涉事男子仍然持刀，並對周圍人構成即時威脅，警方先會逐步升級行動。呢個過程包括保持距離、確保第三者安全同評估使用武力嘅必要性。最終警方使用武力制服疑犯，呢一個決定並唔係情緒反應，而係基於現場即時風險評估。如果再拖延，有可能造成更大傷亡，而呢一點其實反映咗警方喺公共空間處理高風險事件時嘅制度責任。但我想強調一樣，警方嘅即時反應只能夠處理結果，而唔係原因。佢哋嘅角色係止血，而唔係治本。所以，即使行動本身成功，避免更嚴重後果，都唔代表制度層面嘅問題已經解決。講清楚，警方程序唔係為任何一方辯護，而係幫大家理解一個現實，就係當事情發展到呢一步，其實已經冇太多選擇，而真正值得問嘅係，點解社會一次又一次要等到警方出手先處理問題？而家我哋先可以返去制度角度去睇，今次屯門案更似係一個警號，提醒我哋現有支援網絡未能追上社會壓力增長速度。當生活成本上升、工作不穩定、家庭關係緊張，再加上長期情緒壓抑，一個人其實好容易被推到邊緣。問題在於，
制度往往只會喺事情發生之後先介入，而唔係之前。所以每一次事件之後，我哋都會聽到同一套說話：加強巡邏，加強保安。但呢啲措施只係止血，唔係治本。真正嘅風險其實係長期被忽視嘅人。講到呢度，我想轉一個角度，講清楚一樣嘢。呢個討論並唔係為任何暴力行為開脫，而係提醒，如果社會只係用譴責去處理問題，咁下一次事件只會再發生喺另一個地方、另一個人身上。而普通市民喺呢個環境入面，最實際要面對嘅係風險管理，而唔係恐慌。呢度我想具體講清楚，乜嘢叫實際自保，因為呢啲唔係英雄行為，而係降低受傷風險嘅基本判斷。第一係環境意識，你入到一個公共空間，第一件事唔係玩電話，而係下意識睇出口位置、人流方向同有冇異常行為。例如有人情緒激動、大聲叫囂、不合理地徘徊，或者刻意遮掩物件，呢啲都係提早離開嘅信號。第二係距離管理，一旦察覺異樣，最重要唔係圍觀，而係拉開距離。因為大部分突發暴力傷害都發生喺最近距離，保持距離本身就係一種保護。第三係逃生優先，而唔係財物優先。唔好諗住拎埋啲嘢先走，亦都唔好試圖拍片記錄，任何延誤都有可能增加風險。第四係避免成為第一反應者，唔好嘗試自行制止，除非你受過專業訓練，因為錯誤介入好容易令情況升級。但我必須再講一次，呢啲只係風險管理，而唔係解決方案。市民提高警覺，並唔等於制度可以卸責。同時亦都要記住，市民自保唔可以取代制度責任。所以，如果你問我，今次屯門斬人案係突發個案，定係累積壓力爆煲，我會話兩樣都係。佢既係一個人嘅崩潰，亦都係一個系統未能及時接住嘅結果。而真正值得我哋警惕嘅，唔係案件本身，而係如果下次再發生，我哋會唔會又再一次，只係震驚一日，然後繼續當無事發生？最後，我想留低一條問題：如果一個社會永遠都係等到悲劇發生之後，先問點解，咁下一次類似事件發生嘅時候，我哋又準備好未？